上一集我哋學咗咩係基因，咁今日咧就繼續挑戰用1分鐘嘅時間咧去解釋咩係等位基因啦。OK，let's go。好啦，我哋知道咧基因係位於染色體上邊，而係一對來自父母嘅同源染色體咧，我哋成日都聽到等位基因呢4隻字嘅。咁其實佢係指就係同一個基因嘅唔同版本，例如基因大 B 代表耳垂離身，基因細 b 代表耳垂連身。咁用啤牌去解釋咧，就最容易明白嘅。呢度有一對啤龍，一張葵扇，一張階磚。咁代翻入去生物學咧，呢兩張牌就係一對嘅同源染色體，而相同嘅數字咧就係基因，代表控制耳垂特徵嘅大分類。而葵扇、階磚呢啲唔同嘅花式咧，就係等位基因啦，代表連身同離身嘅不同表達形式。啤牌有大細嘅分別，而等位基因都有分顯性同埋隱性嘅喎，就好似葵扇六大過階磚六，就有葵扇去話事。同一個道理，如果基因大 B 蓋過咗基因細 B， 由大 B 話事嘅話，咁你最後咧耳垂就會係離身㗎啦。咁我哋就會叫呢一種成功表達到出嚟比較強勢嘅等位基因咧做顯性啦。咁我哋今堂咧就學咗咩係等位基因同顯性隱性啦，下堂再見。